肚子不舒服，我能不能用一下你家厕所啊？哎呀，我是真没哎事儿。呀，拜托了。你说陆总他既不在银行又不在家，他手机也关机，你说他到底在哪儿啊？陆总不是不在家，他是在躲着我们。你是说？那边蜡烛是点着的吧？嗯，还有你看水果，是刚洗的，上面还有水珠。你是说陆总现在在家？你确定？看来陆总不在家，走回去吧。真走啊？走吧。那现在到底怎么办啊？如果是以前的话，我就破门而入，把他从里面拉出来。而现在是为了公司的利益，只有一个办法，什么办法？等。陆总，你好。云总啊，你怎么来了？这旁边这位是？哦，他叫段飞，是红鼎的员工，也是我男朋友。哦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幸会幸会。陆总，我们刚才去公司找您，您不在，我给您打手机又关机，所以就亲自登门拜访了，希望没有打扰到您。哎呀，没有的事儿，真不巧，本来应该请你们到家里坐坐，可是我出去谈个项目，咱们改天再聊啊。哎，陆总。哎呀哎呀哎呀！我大老远跑你家来，我肚子不舒服，我能不能用一下你家厕所啊？哎呀，我是真……哎呀，拜托了。好吧，哎，那进来，谢谢谢谢。人家在那儿，去吧。陆总，能用的时间会长一点，抱歉抱歉。他就这样，您别介意啊。要不然咱们先聊聊上次您答应我们贷款的事儿。嗯，好啊，里面请。来，走，喝点水吧。陆总，我们红鼎这次真的是真心实意想跟你们一起合作。哎，水满了，陆总。抱歉了，云总，这次我银行内部出了点问题，所以呢，一下拿不出那么多钱来。是什么问题啊？你可以说出来，我们一起商量对策。你的好意呢，我心领了，但是你帮不上这个忙。我们公司现在的情况你也知道，我们现在真的很需要这笔钱。我知道，可是我真的帮不上你。真抱歉了，云总，这次帮不了你了。陆总，您平时对孩子管得很严吧？为什么这样说呢？我看您家里都是孩子得的奖状，小孩子都贪玩，
如果没有您在，他是不会好好学习的。这你就错了。陆豪这孩子特别懂事儿，非常让人省心。我从来没有因为学习上的事儿说过他。他是一个自己会认真完成作业的好孩子。原来是这样啊，那豪豪一定是想成为像你一样善良正直的人，才这样努力的吧？陆总，那您儿子呢？哦，去爷爷家玩了。陆总，今天是周一啊，孩子不应该在上课吗？哦，他爷爷特别想他，我就接他过去了。那豪豪一定很开心吧？啊，开心，开心。那就好。陆总，我们先走了。这个贷款的事，你好好考虑一下吧。再见。段飞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我还没有问清陆总他银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。哎，你在这儿待一辈子，他也不会告诉你的。为什么呀？有件事，你说对了。什么事儿？陆总遇到了困难，但是不是他，是他的儿子。陆豪？马季，你帮我查一下陆总的儿子陆豪的学校。老大，我已经查到了，具体资料我现在发给你。老方，你在酒吧吗？我在。我现在需要你去鹏城小学，找一个叫陆豪的学生。我怀疑他被绑架了，详细资料我会发给你，你和马季配合，把他救出来。我知道了。我一直很好奇，冷风笑起来会是什么样子。联络魏天傲了吗？是的，陆总的问题解决了吗？陆总是个麻烦，他最近和云世彤特别接近，合作的意向也非常的强烈，所以要采取一些非常的手段。魏天浪不会乱来吧？柳峰也很担心这个问题，他也派了一个人去盯着。那就好，千万不要把事情闹大了，我们的目的达到了就行了。我们已经把陆总的孩子给控制起来了，当做一个筹码。只要陆总能够答应我们的条件，不给云世彤贷款，目的达到，魏天浪自然也不会想找麻烦，也会把孩子放了，不会有事的，韩总。魏天浪终究是一介武夫啊，做事总会往简单粗暴上靠。藏人的地方在哪儿？安全吗？在天云路的一个仓库里，魏天浪派了很多人把守。那也不能大意啊。不过你要提醒他们，一定要提防段飞，这伙人不好惹。是。你下去吧。高助理，啊，志斌，怎么了？我问你，天云路仓库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天云路？哦，那你只不过是红鼎一个废旧的仓库。废旧仓库？怎么我不知道红鼎集团在天云路有废旧仓库呢？你刚从国外回来，
红顶的一部分情况你不是完全了解。为什么好端端的，你跟我爸提那边安全问题啊？我只是建议韩总，希望把那个废旧的仓库能够利用起来。高进，我警告你，我不希望你诱导我爸做出错事。错事？志明啊，你还太年轻，总有一天你会明白韩总的苦心的。志明，这里是公司，注意自己的形象。